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6月19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是台北市内湖区的金庄路，昨下晡发生一台轿车甲游览车相撞的事故。这警方去搜测的时阵，发现讲汽车的驾驶就是艺人王必杰，伊搜测的数字是有0.44毫克，依照这个公共危险罪上班。 本案 A 型大客车沿金庄路往南行驶，欲左转时，其右后车身与 B 自小客车擦撞而肇事，现场无人受伤。经酒测 ，B 车驾驶酒测值达0.44，警讯后依公共危险移送士林地检侦办。 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去到现场发现讲，这台游览车的驾驶是无驾酒，电倒是汽车的驾驶，也就是即马35岁的艺人王必杰，伊酒测的数字是0.44毫克，专案是照公共危险罪上班。这个代志发生了后，王必杰是讲，伊是因为前一暗看球赛伤过欢喜，毋才会啉酒出车祸，了后是随取消今仔日的相关活动，目前是以5万块交保。 校团。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有澎湖的渔民看到中国的畅水艦去扑出伫咱的海峡中线附近，边仔还阁有军舰做伙。外界就分析讲，应该就是09-4的核潜艇。这个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讲，其实咱的国军是拢有掌握，毋过煞无讲明是倒一只畅水艦。这潜水艇要当翕个景啦。 中共将南方看到出现伫海峡中线以西挖金下水道，相关大海情势紧张。有澎湖渔民18透早出海掠小竿仔，却发现一只舰人浮起来，位置大约伫北纬24度0分，东经118度22分，大约伫海峡中线，水深大约45米。渔民翕相了后，赶紧离开。舰人边仔还阁有中共军舰伴航，同齐向中国方向驶去。看到应该是还好诶，潜水艇是较少。 因的进出船是较多。我们有用相关的请见证的手段，已经有所掌握。不过详细的见证的手段，我想不宜在这里透露。郭立雄表示，国军有掌握中共舰舰动态。另外是倒一只舰舰，敢是测试台海防卫底线，是无对外说明。也毋过为相片外观来看，有明显的具备造型。外界研判应该是09-4型核舰舰，即摆扑起伫台海中线，条要引起高度关注。潜舰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非常隐蔽性的，那这一次会浮航，而且旁边还有护卫舰，这个好像不像是在威吓，是不是发生故障等等这个需要国防部进一步的一个厘清跟说明。核子动力潜舰在台湾海峡被看见。 本身这个位置就代表这艘潜舰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因为舰舰多数时间拢伫水下面执行作战任务，中共舰舰即摆长时间浮起来，情况无平常，互咱国渔民积极地翕到。外界注意敢是出现故障才浮出水面，中共无对外回应，国防部有关毋敢疏忽，继续掌握中共舰舰动态。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中国的畅水艦出现伫咱的海峡中线附近，敢是出问题，毋才会浮出来咧。前海军上将陈英空就分析讲，这只畅水艦可能就是要去辽宁的葫芦岛来进行征收，也毋过受学者认为讲，可能是因为军艦出问题，毋才会汹汹浮出海面。 中国的舰舰特别是浮起来伫台海中线附近的海峡，国军掌握舰舰的动向，外界研判应该是09-4 A 级的战略核潜艇。前海军新港军舰长李礼斯伫面册透过比对，讲舰舰应该伫中国的领海内面，离金门的辽罗湾25海里，伫海峡中线西边24.7海里处。对浮出来个护卫舰的伴航，学者分析讲，无摆拄机海故障。一个可能就是机械发生问题，第二个可能就是水底下的地形改变，迫使它采取浮航，以避开水下障碍物。第三个就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要趁机向美国就是呛声。也就展现它的核武肌肉。中国目前有6架09-4 A 级的战略核潜艇，主要部署伫中国军队北部、南部的战区。前海军上将国民党立委陈英空分析讲，舰舰有可能是要往北登去辽宁的葫芦岛做例行的大检修。伫中国沿海铺出来航行，就是要避免发生大地意外。有学者推测，舰舰应该是下战区的刷动，还是改变部署位。主要是要去对付以美国为主的这一种跨洲际弹道飞弹，所以其实像这种潜舰的话，它
它其实严格来说，它对台湾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会认为的是，它今天要么不是在南下，不然就是在北上的一个过程中间，有可能是在移防的一个过程中间，可能机械有一些状况，所以它会导致说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调整。中国的展览最近几年是真侪摆互看到浮出来水面，包括2019年7月出现伫马祖东引的外海。今年9月是出现伫南海，2021年11月伫台海出现，今年7月嘛，互看到出现伫澎湖。或者讲，09型的核战弹对台海作战较不利，对美国威胁较大。透过巨型2型和3型的箭射大导飞弹，对准美国本土，国军也会当收集战舰的声纹和动态，唔但会当强化台美的军事合作，对反舰作战嘛有好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这方面渐渐离开各地，大多数拢是多云好天。也毋过在过到了后，受局部性的短暂雷公雨，咱做回来看分度。今仔日也是真热真热，这里是西部大概是34度左右，东部甲澎湖、金门、马祖是28至32度，也若盆地地区也有外山区的所在是会有36度，甚至还阁较悬的温度，所以提醒大家着要注意补充水分，出外风拍避免掉沙。虽然讲这个风面是渐渐离开，也毋过水汽还是袂少的，中部以北甲东北部，甚至还阁有东部甲山区过到了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公雨，请民众出门都要加加注意。另外来看中国福建甲广东落大雨做大水，有真侪所在拢传出有水崩山、桥断去，甚至是厝崩去的灾情。目前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17个人失踪。极端气候发威福建的东部地区，拜六礼拜是降大水雨，积水积到要1个人这么悬。龙岩市一台载10个人的中型巴士伫路林歹去，掉伫水的中无法度震动。赶去现场的救援人员是救锁啊和救生裤，引导乘客是分配疏散较安全的所在。知影当地有家己大的老人受困，救援人员嘛较紧打水过去，用按的方式把老人救出来。山区的土石流甲民家厝拢摧毁。随即协调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将救援人员送至倒塌房屋的顶部，协力将被困的老人抬至屋顶。在挖掘机的帮助之下，将2名受困老人缓慢地向安全地带转移。境内方面，这2天是互中国福建、广东严重做大水，部分地区在24点钟内是降超过370毫米的雨量，造成土石流引起崩山。另外，至少有17条河川中大水，在福建有要380栋的民家厝倒去，在广东是梅州县受创上严重。民众翕到这一直长的河水，甲河岸的地基冲甲拢无啊，互厝是厝去倒去，落到去河内面，看起来真惊险。另外，这个民众拄过桥要去兑换，外头准备要甲路边蓝色的桶仔扭转去的时阵，却看到眼前这条桥一下就风冲甲转去。好在在伊和后壁的车是下副大桶仔，才无摔落去河底。当地民众形容讲，这波大水雨就亲像是对天顶直接倒水落来同款，真侪庄仔头拢变作水乡。官方的数据指出讲，福建和广东拢总有9个人死亡，17个人失踪。但是有民众去网络爆料，讲广东梅州的水库在16个半暝联合放水，造成一大堆厝风淹起，一堆人失联，死亡失踪的人恐惊比公布的加真侪。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日要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咧？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台北汤圆甲新竹去年推出冷冻软煮的补助，苗栗今年也对咧做，也毋过新的县市煞干那500多人来申请。台北院研究，这个冷冻软煮呢，毋但是辛苦，也是真开钱。另外，也阁有生食法等等相关的规定，所以影响到冷冻软煮的意愿。自由时报。国科会交通部也阁有工研院用 AI 科技来完成自动驾驶3级到4级的测试，也建立详细的地图平台，希望会当推动自动驾驶的技术。这个辅助系统未来会当导入偏乡的运输，来协助医疗甲长照等等的需求。中国时报：高雄凤山出现天9日的本土群聚疫情，目前已经有2例，到6月17为止，全国已经166例。本土天9日的病例，其中2例是重症，境外移入的有107例，是以东南亚较侪。最近天气稍热，也阁落雨，所以提醒大家要爱注意防范。
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国内肠仔病毒重症搁加一个，这是伫个北部6个月的查某婴仔有引起脑炎。另外，这新冠疫情也开始咧变严重，所以提醒民众都要加注意。新冠疫情搁起来进入第6波，奥密克戎本土疫情流行期，国内顶礼拜通报增加623例并发症，那比前一礼拜329例翻倍成长。也有未完一岁重症个案，是南部3个月查甫婴仔，6月中出现症状，继续讲喘气困难就医，快筛是阳性，电工显示有去严大的家护病房，个案治疗了后，定日已经康复出院。疾管署有估这波疫情渐渐相关会伫8至9月达到上高峰。目前还是认为应该是8、9月的时候会到高峰。那至于什么时候会下降，那大概是9月以后。那新冠肠仔病毒疫情也有进步，顶礼拜增加一个肠仔病毒重症病例，是北部6个月查某婴仔6月初时出现旧筋发烧，2天了后因为发生旧筋，伴随目睭掉起来进行就医，收治家护病房经过检验了后，确认是柯萨奇病毒 A10，好加在治疗了后，症状已经改善出院。当时医师是怀疑他有这个中枢神经的感染，所以收治到加护病房。那后来呢，也通报了这个肠病毒并发重症。那在经过检验之后，也确认他是感染了肠病毒克沙奇 A10型。因为部分家长会伫囡仔感染肠仔病毒食袂落去的时阵，会互因一寡布丁还是果冻等甜的物件。不过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升研究发现，避免血糖情管对减少重症风险有帮助，引起袂少家长的烦恼。对此，疾管署强调，这个研究是动物实验阶段，有关需要更较侪证实，家长会当伫门诊咨询医师建议。记者综合报道。民生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两价是继续咧落，即马产地计价已经达到1斤37块，这是2冬半以来上价的记录。业者是主动来降价，也那饲鸡协会也呼吁讲，这饲料就爱对咧降，才袂继续了钱。农业部是表示讲，会来淘汰一寡两价来降价产量。规碗拢胖的肉燥饭加一粒卤卵，滋味搁较好食。台湾人爱食卵，但是最近鸡卵的提供是超过需求，互卵价一直落。有餐厅的公告主动调降卵料理的价少。我们也是尽量不要涨价给客人啊。既然单价已经有在回稳、在下降，那我们就是也是下降下来给客人。蛋只是一个附加的，那我觉得这个附加的能让客人有个小确幸，那这样其实还蛮不错的。台南做铁棒炒的餐厅，两品料理嘛降10块到20块，煎卵一粒10块，但都出两价调降，两行内面一篮的卵嘛是一大堆。鸡卵产地交易价1个月内对1斤45落到37块，创2年半以来新低。零售通路商对咧调降价少，买起嘛是无转来。市场有人卖3斤100，也有卖20几块的。鸡卵落价是冲击成本，饲鸡协会和卵农拢在话话，希望饲料会当降价，才会当卖了较济。饲料工会回应讲，因应原物料成本降价因素，这2日饲料10公斤的价少已经慢慢降超过2块。继续免征嘛，要免征3个月嘛，一直到9月嘛，所以饲料厂的成本就没有因此而提高嘛。现在因为原料也稍微有降价的空间了，所以它就降价了。饲料工会讲，这2天饲料的价少有可能阁降差不多0.4块，但是两价会落的主因同款是供应伤济。农业部嘛讲会增加老鸡母淘汰的数量。效率比较差的寡产老母鸡呢，我们建议尽早来淘汰降低它的饲料的费用，用这个方式迅速来减低生产成本，让整个产蛋上市量也变少。淘汰数量是对120万牛起到180万只，希望会当来减少产能。农业部讲会先试行1个月，后壁看效果安怎，才决定敢要做机动性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辉达公司的股价创新高，目前一股是135块外的美金，也那市值是来到3兆外的美金，即马已经超过微软，加做是全球第一大的公司。辉达的股价18大起，加做华尔街上价值的公司，包中股价起超过3%，超过微软，收起3.51%，一股135.58美金，创历史新高。市值3.34兆美金，嘛搁一届加做推进标普500加权上大的力量。标普收红0.25%，创下今年以来第31届收盘的新高。辉达这个月市值达到3兆美金的时阵，就已经超过苹果。It's a bit surprising
They certainly are in a business that should have substantial growth. And obviously investors are already accounting for that. What my concern would be is how long the growth can be sustained. 现在美元股价是到0.45%，一股446.34美金。美元为全球能源大公司埃克森美孚、甲美国菲利普莫里斯混草公司夺走带头的地位了后，都甲苹果互相竞争。两大科技公司拢透过全球数位化的风潮，累积更较侪力量，嘛加做美国股市的主导。也来回答伫更较具体的科技风潮内底乘风破浪，以开发的晶片协助发展人工智慧，支持者预估未来对世界的改变可能会超过网际网络。公司新闻吴永玲编译。再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丁去拜访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今仔日佮按算要飞去到越南的河内。针对这个北韩可能会对罗西亚迄边摕到佮较侪军事科技的援助，即马美国、日本佮南韩是拢真谨慎，也若美国也针对越南伫个俄乌战争无配合的态度公开表达不满。金正恩捌伫2019和2023年两摆访问罗西亚的远东地区，除了和普丁在会谈，嘛亲自邀请普丁来回访平壤。立即韩国的罗西亚北韩问题专家认为讲，以双方的合作关系，普丁回访北韩是真自然的代志。这摆和普丁做伙去的，除了新任的国防部长贝洛索夫，还有包括太空总署的署长波利索夫、运输部、卫生部的首长等等。Северокорейцы будут пытаться получить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ую какое-то содействие, вое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Думаю, особо охотно эти технологии им давать никто не будет. 罗西亚的媒体指出讲，普丁这摆出访会和北韩做伙建构会当对抗欧美制裁压力的贸易机制。对这，美日韩三国会保持关注警戒，注意北韩伫普丁访问了后，敢有新的军事动作出现。We're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trip. Wha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revor, is the deepe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Because there could be some reciprocity here that could affect secur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互美国更较不满的是，普丁这摆嘛要去越南做正式的访问。伫金正恩2023年访罗西亚的时阵，美国总统拜登嘛到越南的河内去会见迄当阵的越南总统武文赏。迄当阵美国的算盘都是甲越南诱到欧美阵营来，做伙来围堵罗西亚。但是越南虽然伫美中对立顶悬，和美国是同一个阵线，但是伫美罗之间，河内当局的选择看起来是完全无同。罗西亚是越南上大的军备来源，陆军的长程轰炸机是持续以越南做活动的据点。罗西亚嘛和越南来合作，伫南海开采天然气等等资源。当然，互美方更较不满的是越南，毋但是无去进前伫瑞士举行的乌克兰问题高峰会，佮延前和欧盟针对制裁罗西亚的会谈，要替普丁的来访打造友善的气氛。即马越南的店家内面是一大堆罗西亚乌营养啊，都会当看出这种关系。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来看普丁伫去访问北韩进前，有几60个北韩的阿兵哥下过南北韩的军事分界线，随后南韩开枪甲赶互走。这南韩军方是表示讲，北韩的军队伫非军事区待地雷的时阵发生爆炸意外，有几60个这个北韩的军人伤亡。우리 군은 북한군의 활동을 면밀하게 추적 감시하고 있으며 확고한 군사 대비 태세를 유지한 가운데 유엔사와 긴밀히 공조하고 있습니다. 南韩的军方表示，昨早起8点半左右，有20到30个这个北韩的军人伫军事分界线附近咧作业的时阵，有踏入去南韩的范围，大概是20公尺。所以南韩就随公布，而且嘛开枪赶人，也因为这个非军事区内底这草啊是发甲真长，而且标示也无够清楚，所以北韩人是定定拢行唔着路。另外，这北韩最近是一直伫非军事区内底来保强防具设备，也毋过是因为无注意，煞去踏着家己所带的地雷，造成几60个人伤亡。南韩讲，在北韩这款防具的动作，可能就是要来强化对北韩的控制，来防止因逃走过去南韩。
另外来看南美洲的秘鲁，有一个原住民社区发生真大层的离校性侵事件，而且竟然已经持续14年，有200位老师是牵涉在内，拢总有500多个查某囡仔去互老师甲吞打，有的人是有心，有的人佫为着爱滋，也毋过这教育部长邵立瑜讲，是这个人上早有性行为，而且照原住民的文化，其实是无算是性侵的，这款言论也引起社会正大的议论。学生真受气，外口好家长也去家伫教育局外口爱官员互因交代。秘鲁爆发大规模性侵事件，北部原住民社区的公立学校，为2010年起，就继续有教师性侵，也是虐待未成年查囡仔，时间长14年。部分受害者甚至安尼有心，佫得着艾滋病。Son 524 denuncias a maestros que han violado a niñas, estudiantes, y con una probabilidad de 60% de contagio en adolescentes. 一直到顶个月，妇女团体才也出原住民学校集体侵犯事件。也毋过，这个代志公开了后，秘鲁教育部长竟然暗示，原民社区有特殊文化，毋是性侵，只是稍早发生性行为。这项讲法是引起强烈的不满。En la cultura wajún pedían casarse con una adolescente, una niña que nacía o crecía, pero ellos esperaban a una edad madura para poder tenerla de mujer, más no tener violarlas a menores cuando tengan una edad menor, ¿no? Entonces eso no se ha practicado y nunca han violado a muchas niñas para decir que es tema cultural. Eso no ha pasado. Se ha defendido a las niñas y a los niños. 部长释言，秘鲁总理17赶紧出来拍火，强调侵犯都是侵犯，无任何文化风俗会当正当化性侵犯罪。Sin embargo, y en esto quiero ser muy claro, por favor, nada justifica que se pueda violentar el interés superior de la niña, el niño o el adolescente. 总理也答应会调查到底，佮提供受害者心理甲医疗资源。人权检察官是呼吁学校虽开除涉案的教师，也毋过到目前为止，只有111名涉案的教师方式透露。公司新闻7万连编译。今仔日国际上又佮有啥物款的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公布移民新制对象是包括50万的无身份的配偶，这个规定不是扩大永久居留的资格，是予无身份证的配偶，也佮有因的事实会当摕到绿卡，就会当随申请美国公民。这项计划会伫几个月后开始实施。菲律宾军方发布声明，讲菲国的海军伫南海伫执行勤务的期间，和中国的海警局甲陆有一个海军重伤。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中国的海警是有侵略性的行动，致使7个人受伤，因的武器也拢互人抢去。泰国国会通过历史性的民事，也有上诉法的修正案，让同性的情侣会当结婚来享受夫妻的权利。这个法案会送去国王遐，等王室公告了后，要等120天才会正式生效。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泰国同性的情侣就会当正式登记。好，另外咱们。再来看台北市内湖科学园区昨挖豆的时，因为跳电致使600外户失电，经过抢修，伫3分钟内是恢复5成。中昼时差不多12点半的时阵是全部恢复正常。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讲，这甲欠电无关系，伊强调的是跳电不是欠电。我们发现了很多像这种跳电就是说它有一个趋势嘛。就是说，可能人比较多的地方啊，或者是突然间增加很多人的地方啊，或者那个设备比较旧的。国际部长郭志辉安尼讲，都是因为18早起11点18分，内湖科学园区发生因为规线跳起，地主江南街、阳光街、水公路甲水湖街迄块地啊，拢总655户停电。台电赶去现场修理，3分钟内恢复供电超过5成，12点26分全部恢复供电。它是瞬间停的嘛，它不是像说预告停电这样子，可以提前准备了。仪器设备没有电就没办法运作了，所以原本一些实验的东西，可能就要等电来的时候才能再继续做，就没办法上班这样。我们出来买午餐还没付电，
它那个是那个公司的紧急电击器，大概5到10秒就来了，但是那不是台电的电。内湖科学园区是全台湾科技真重要的所在，有资讯、通信产业、不少企业的研发中心、总部、技术服务站拢伫遮。都连晶片大厂辉达台湾分公司嘛伫遮。张吉达创办人黄金芬则讲，会伫台湾扩大投资，不过伊嘛烦恼讲 AI 超级电脑需要有够的电力，想袂到18内湖科学园区就发生电力的问题。科学园区因为他们的电的方式不一样。所以科学园区是不会跳，我们现在已经赶快马上去同样的地区开始去检查，那赶快去做这个维修。郭德辉强调讲，内湖科学园区停电是跳电，不是欠电。台电表示，内湖停电那像是因为地下电缆接头故障，已经把故障的设备换掉，平常时也嘛会做例行性的巡逻检查。不过电力设备要是会因为天气、设备维护、伤旧等等的因素，难免会发生故障甲失电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网络通信设备大厂思科来发布治安准备度指数的报告，讲咱台湾是敢若8%的企业面对治安风险有较较全的准备，有民间团体甲立委就针对所谓治安的议题，呼吁政府赶紧来设产业自律训练人才，嘛着推动治安认证标章。今年6月10日，半导体厂环球晶圆传出资讯系统受黑客攻击影响出货。2019年开始，政府甲提出来做危害国家资通安全的产品禁止公部门使用。另外 ，AI 科技哪来哪进步，也有诈骗集团会做出惊讶亲戚朋友的声音，面膜甲人拐骗。不管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治安都是真重要的议题。有民间团体甲立委办日针对所谓治安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赶紧培训人才，推动治安认证标章等等。是因为我们在训练人才可能是高阶的，或者他可能是比较研究型的人才，他中间攻击的研究、漏洞的研究。但就刚刚我们蔡副会长提到的，防御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主轴。对，毕竟我们的对手很强大，我们的对手是中国，他们的骇客或者是国家级的一个骇客其实很多。那防御这块就是我们很欠缺的人才，但这块在学校现在是最欠缺的。民团指出，虽然台南已经有3轮治安服务基地，厂商通送产品来做治安的攻防演练，不过因认为政府资源应当爱伫各县市平均分配，建议和各地大学正做治安的产业自律，通整合科技甲人才培训。那目前教育部在我们的技职司在成大有一个治安的实务人才培育基地。好，那如果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搭配这样的一个产业聚落，有更多的？那这个我会把这样的一个意见带回去我们部里。另外，治安产品认证的部分，民间团体也呼吁政府嘛，要建立治安认证标章，建立企业民众对台湾产品的信心。司法部是回应讲，已经有定 IoT 检测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定了20项的这个 IoT 的一个产业标准，包括了刚刚讲的影像监控、门禁系统。那另外的话，有关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国产的部分，我们现在有一个治安的能量登录，我们现在登录154家。司法部表示，目前政府各部门甲中油、台电等等一寡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IoT 的检测标准已经是因采购的标准，对国家安全也是一种保障。今日针对要甲大学推动做治安的产业自律的诉求，教育部是回应讲一个讨论。记者卢尚如、柯秉哲台北报道。讲到治安的议题，咱来看一个案例，这是有诈骗集团讲会当免开600块，就买到大积电的扩总股。一个年岁较大的民众煞真正相信，所以伫假的投资平台落入120万，才雄雄发现无问题，落尾是甲警方来配合，去抓到一个诈骗共犯。我在 FB 上面应征工作。我没有什么违禁品。拄到几个警察，这个查甫人是一直解释，话讲到一半开始咧吼，而且愈吼愈大声。目屎直顶倒来，这个涉案的查甫人才高中出业尔。伊讲伊伫人被车找头路，煞变做是车手，替人送压榨钱。即个去互抓到，是靠一个受害者甲警方合作，当面交钱来抓歹人。对话记录互公开，这个幕后的诈骗集团用富国新山大积电当作是骗人的手段，讲因有管道，一个毋免600块，就当买到扩总股。一个受害负责人伫假投资平台落单，是互伊了100多万。以低价申购热门股票台积电为噱头，吸引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遭诈120万元。大积电6月初5宣布开上济41亿，甲3200外张的扩总股买回来，买回来计销一股上济是1281块。
迄天估计为854块，到十八一路加关到943块，目前已经共5亿外类啊，甲超过500张买转来。毋过不法组织头壳是动了真紧，利用股市当日来骗人。毋过回归关头，受害者会防骗去，是为相信人面册广告开始。那目前就各业者配合我国法令都是在依期限内下架相类似的广告，但是仍默许相类似题材的诈骗广告重复上架。警察通报爱摕落来假投资广告，高达已经超过10万条。警方讲这是无法度完全消失的，有真大的原因是业者互伊砍起哩。今嘛Meta宣布，为6月份开始，伫台湾小连续要求金融服务业广告主都要完成相关验证的程序。不过诈骗是世界样样飞，民众要是爱看没册咧。类似的一些平台的一个商品的话，第一个你的钱到底是汇到哪一个账户里面，你没有办法确保。只要是来路不明的股票投资 App， 千万都唔通使用。就算对方讲有特殊的管道会当买，提醒做人都唔通小贪，较袂到尾赚的辛苦钱，规个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警方是发现诈骗集团会甲共犯所领钱穿的这个外套，前摄影机来偷翕，防止因钱领了就随走去，互干部是唔免伫现场监控，也较袂去互警察甲抓到。警方是表示讲，未来这追查会抓搁较严格。诈骗车手当要甲被害人提钱，现就叫警察抓起来。高雄一民众因看到有人咧招股票投资，煞去加到诈骗群组，去互骗150万。警方探被害人要提钱出去时去抓人，结果发现到这车手的外套内面藏现金。查缉过程中的发现，该名前来面交之车手，大热天身穿黑色外套，并将拉链拉到顶端，且外套异常的发烫。明显有猫腻。外套顶悬有藏一只细只的监视器，诈骗集团因为惊车手摕到钱就走去，乌吃乌，就改用监视器来监控。用这部可以当免去派干部去现场监视，秘伫咧附近的店面内底，佫会惊去互警察掌到。警方嘛表示，会佫设法来检查。最主要是逮获现场的车手，那困难度的话，可能是增加我们要查缉上游车手的一个困难度。目前高发还是以假投资、游戏点数诈骗这一类的居多。那这部分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查缉的部分。诈骗集团愈来愈畅手，诈骗的手段一直咧变新，警方是唔敢大意，警察局嘛拢加强巡查。不过强调还是要提醒民众，莫去来路不明的投资广告骗去，若有疑问，会当靠反诈骗专线来查证。记者综合报道。刚刚是伫高雄，有一个民众厝拄啊装潢好势搬过去2天，想袂到请人来换净水器的时阵，煞因为施工人员无注意锁无严，所以地势漏水漏甲规厝间。虽然讲有赶紧请业者来处理，也毋过因的态度是真歹，所以互人真生气。厝主转去厝内，发现涂骹拢是水，毋但客厅，连厨房、房间拢有水，差不多有2-3公分深。毋过，这的水是为倒位来的？原来是厨房下骹的净水机，因为业者死角差，地势规间厝拢淹水，厝主是清到半暝4-5点。帮我们装的师傅还否认是他的问题，说你们是这栋楼是不是水压太高？我说那你要来啊，说他在冈山很远，没办法来。就说就近找一个他们的同事来，就他们同事一来就看说，就是当时施工的师傅没有把那个滤芯的第一道锁旁边锁好，就是很明显就是他们的问题。洪小姐表示讲，因开300万新装潢的厝，才搬来2天，17是请业者来换净水器的滤芯，想袂到师傅无甲滤芯锁好严，害水总共漏6点钟，毋但涂骹，连全新的家具、电器拢进水。洪小姐本第一时间是通知业者，因煞无要承认，甚至主管是到暗时11点多才出现。换滤芯的时候没有将这个滤芯可能没有弄好的问题吧，所以这个实际还是要请第三方去看一下。第一时间一定先把环境给弄好。从昨天晚上9点多到现在，应该都陆续一直在处理中。一般还是要那个施工厂商，就是更换滤芯的，还是要他们来处理了。工作上也是要特别注意这方面。虽讲即马厝主甲厝内面的水拢清掉啊，毋过涂骹3-5时也是出水。业者表示讲，目前会请保险公司到现场鉴定，要安怎来做赔偿，未来也会加强人员的训练。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
再来看台中丰原的中正路有一个智慧型的公车牌啊，去互人破坏去。警方查到一个56岁的查甫人，可能就是因为不满这公车牌啊，定定歹去，毋才会去甲破坏。也有民众讲，这公车的资讯有当时是会毋对的，加上这个车帮让伤长，确实有影无方便。这个公车牌啊，用幕去互搭起来。台中丰原中正路大丰社区头前这个智慧型公车牌啊，10时暗时啊传出去互破坏，民众17报案，警方紧急监视器的画面，锁定是一个56岁姓张的查甫人做的。这位张姓犯嫌拿着玻璃酒瓶砸损智慧公车系统的荧幕，并未伤及他人。那个是大众的服务的东西，怎么可以随意破坏？根据警方了解，这个查甫人那像是因为不满这个智慧型公车牌啊，因为车载故障才会甲破坏。查入到案了后，会以刑法毁损公务罪嫌来上班。有车载来这个公车牌啊坐车的民众讲，确实有感觉这个站牌资讯无准确。车子不来就不来，一来就来了2-3台，就没有时间看，就很不方便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啦，就常常就宕机啊。如果你没有时间，你根本就不知道车什么时候会来啊。台中市公共运输捷运工程处表示，这个公车牌啊是利用太阳能发电，不过因为光线无够，地书资讯无同步。目前其他智慧型的站牌拢无问题，除了会改向台电来申请电力，嘛会向这个破坏人要求赔偿。另外，有民众感觉讲离峰的时间，公车是真恶等。没办法吧，因为它就是离峰时间，你懂吗？它不是一般正常的，比如上学下学的。以市区32号的公车做例。上班时间差不多是1点钟一班，若离峰的时间上久要到3点钟一班，而且尾班车伫下晡4点20都已经发车，后边就是感觉真无利便。市府讲这甲驾驶员登记无够有关系。司机驾驶一直招不足，人员流动率高，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励客运业者也看可不可以用增薪、提高薪水的方式把留住司机。台中市公共运输捷运工程处表示，目前会尽量依次上下班的时间稳定发车，卖甲业者讨论增加诱因，弥补卡手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乌叶奶子即马当咧出，也毋过新德市今年煞受到气候的影响，所以乌叶奶子产量大减，甲去年相比是剩1-2成左右。农会指出讲，今年是因为奶子的开花期当着落雨，佮加上去年底这天气伤过烧热，毋才会造成今年乌叶奶子产量受到影响。原本应该是生满奶子的树啊，即马煞剩无几粒。受天气影响，今年北部地区上尾乌叶奶子的生产地区新德市产量对10万台斤减到2万台斤，只剩去年1成到2成。今年因为天气的因素它的寒冷的时间不够所以讲咱今年的开花这种的成绩足歹所以讲今年的开花大概有1成的左右尔。农会讲，今年因为产量大减。介绍一斤会起价差不多120块。农会为着提升防治虫害，佮利用农业试验所发明的科技来防止地头虫对奶子的伤害，减少损失。奶子咱迄地头甲剥开内底有一个碎甲，迄白色的迄虫，迄就是地头虫的幼虫。迄是最主要荔枝最主要的危害的害虫了所以我们往年我们以前都是用就是喷药的方式来做防治。那今年我们特别从凤山试验所他们的专利引进，就是我们夜间灯害夜间灯光来防治这个荔枝细蛾。农民指出，夜间防治技术对地头虫的防治真有帮助。不过1公斤的建制成本要15万，农民希望政府会当补助。这个电费部分是对讲坦白是对农民一个较重的负担嘛但是对于所有咱大众来饮食的安全来讲是足好的帮助佮减少咱农药的使用量。我们已经有收到荔枝农民有装设夜间绿光防治技术的需求，我们需要盘点面积及评估经费，再来研议补助办理的可行性。乌叶奶子甲药荷包无同，真有古早味，籽较大粒，食起来甜甜，佮有料仔酸味。新德乌叶奶子是全台乌叶奶子上尾收成的所在。新德奶子农希望透过这项技术，减少地头虫，卖当减少除农药，提升食的安全。
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也那中华八卦山是有种灵应甲乃至也出产培植的蜜，这蜜的产量大概就是全国的9%。中华县伫2022年开始来举办这个蜜的评鉴比赛，也毋过今年因为天气反常，2月高温害这个灵应花干那开3成尔，影响到蜜的产量。这洪亮就讲，今年这收成可能干那剩1-2成左右。评审详细看蜜的色水、气香味，要来拣出气味上好的灵应蜜。中华县2020年开始举办香蜜评鉴比赛，必须通过仪器检测、评审气口味2阶段检验，选出国产认证的纯香蜜。但是今年香蜜的收成歹，参加评鉴的量减少1/3。2月是有拄到天气较悬的因素啊，所以咱的林景甲乃至的开花的状况甲其他县市同款拢无讲做好的。今年的花况无介好啊，所以咱今年的香蜜的灵应蜜的部分采收的香开较差一点嘛。中华目前市的香毒大约有10000外毒，产量占全国9%。香农表示，过去采蜜3天的时间，一个香毒会当收15斤的蜜，但是即阵等5-6天，一毒加计收10斤的蜜。时间管理成本增加，收成歹，愈来愈接拄到歹年冬。今年阮收蜜的状况，这5年来应该算上歹。今年的成数可能，以往来讲的时阵，可能才剩1成尔。因为你做侪香，啊，佮卡着你收蜜的时阵，佮拄着落雨，啊，所以才是迄个互香无够食，啊，佮惊农药，佮惊咱的温度伤寒、伤热。官府表示，这几冬因为天气反常，佮有香虱等等的病虫害，香仔愈来愈歹饲，袂少人放弃饲香。但是饲香除了采蜜，香仔对其他农作物的授粉、维持生态平衡扮演正重要角色。举办评鉴比赛，除了选出国产的香蜜，嘛希望鼓励辅导农民继续饲香。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体育消息，咱看咱的棒球主管相关的轨迹。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咧要开始，即马体育署甲国训中心是来公布，今年除了是延续英国训练模式，还佫会加入运动中心甲物理治疗所，也会来管理选手的食食，希望讲会当提供选手上好的资源。牛肉面、咸酥鸡、台湾红肠，要互参加巴黎奥运的国手，会当伫中华队的中继站食到多元台湾味的食食。赞助商是为台湾来的食品集团，冷冻调理食品是因的专科。为了让选手食到安心，调味料有克制化，无掺丁香等等运动饮药的成分，因是另外开生产线来制作的。必须要经过这个动物药残，还有运动禁药，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重金属，还有蔬菜、农产这些等等检验。食食的中继站还有国训中心的图纸。因煮伫在地现买的青菜，或者选手食。除了食食的中继站，即个头一届有运动中心甲物理治疗所，其中运动中心透过驻法国代表处协助，免费做到设立运动中心，是真大的突破。奥运的期间，不用跟各国在选手村里面去竞争这个练习训练的场地，拳击啊、桌球啦、羽球啦、重量训练啦等等。国训中心执行长蒋英栋表示，3个资源的据点伫市区，离选手村无偌远。不过每一个选手甲教练的需求，还有时间点嘛无共款，会用 App 来予伊预约。他们在什么时间点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协助，甚至说，如果说交通上有问题，也可以在预约上面留下来，我们就会有车子去接他们过来。为2018年雅加达亚运的苏丹公具开始，东京奥运甲杭州亚运拢有设中继站。这届巴黎奥运毋但是食食，佫扩大到训练甲医疗。体育署甲国训中心希望后期的资源会当比英国做甲佫较周至，互选手甲教练会当共同摕到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阿根廷人卖珠宝，步兵就是为着要买车，也是要开 party。也毋过今年这通货膨胀率煞买到300%，所有的物件拢起骨啊飞。有民众是为着生活基本的开销，高不离中甲厝内底黄金甲珠宝也全部摕出来卖钱。第一人来来去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仔路，无人入来这间鞋仔店，毋过隔壁珠宝店出入的人是真多。
不过伊毋是要来买珠宝的，是摕厝邻组团的珠宝来估价，看敢会当卖一个好的价销。珠宝估价师讲，较早民众来买珠宝，大部分是为着买车，厝邻要重新换过，或者是开 party 等等另外的开销。毋过即马卖珠宝是为着要纳基本的开销，亲像电费、水道、加数钱等等。Nosotros acá las tasaciones son alrededor de 300 personas vienen por día. Nosotros somos 4 tasadores, trabajamos de 9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20 horas y alrededor de 300 personas llegan por día. 珠宝估价师讲，摕珠宝来估价的人数是去年的3倍。有民众国不里将摕厝邻的选钞票来估价，伊讲这条钱要摕来纳厝税钱、甲健保费。就算阿军店有要一半以上的人口是伫咧散车的状态，毋过从70年代开始，因只要有钱，就会摕来买黄金的物件来装它。El oro siempre es un valor de refugio, siempre va en alza. Obviamente que quizás no aumenta de un mes al otro, sino que siempre recomendamos que cuando compren dentro de un año lo vendan porque ahí van a tener realmente una diferencia. 因为考虑安全的问题，阿军店的民众就算厝内有黄金的物件，嘛袂该挂伫分数顶。根据阿军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规年的通货膨胀率是211.4%，2024年4月份已经到289%，强要到300%。所有的物价拢已经翻几啊倍以上。为着要减轻经济压力，阿军店的民众就算感觉会心痛，嘛国保里将爱甲厝邻的黄金甲珠宝摕出来卖。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也若澳洲这几冬因为经济，真侪人是连家己都饲袂饱，厝内底动物伴又搁袂当互因去咬着，所以只好家己减食一顿来饲动物伴。也若是做到这落款，又搁经袂落去，就只好把这动物伴送去到收容所。所以是昨仔这个澳洲收容所动物的数量是愈来愈侪。宠物中途家养家庭的职工将食物准备好，买饲饱一寡古锥的狗仔。实际上，澳洲因为通膨造成物价起，家养家庭也要买起宠物的饲料，即马这拢是靠关系来。How many have you got here today? At the moment, I've got 9 kittens in foster care and 4 puppies, and we've just had another one come in, so I can read it to you. This is how heartbreaking things are. We are in financial hardship, and unfortunately, cannot support this dog anymore. 毋但饲料、饲宠物的费用，也包括兽医的费用、住疫苗等等。澳洲人伫收入来源固定之下，同时房贷、租金、保险、教育、医疗甲电力的费用拢咧起，因选择毋出门，钱爱开伫应该开的所在，造成经济搁较衰退。厝内底有宠物的人，有一寡爱面临是家己食，也是互宠物食的困难选择。根据咨询机构事务银行的宠物机构报告显示，有我1/3顿食袂饱的家庭选择家己少食一顿，互宠物会当食。去年全澳洲有370万的家庭3顿食袂饱，其中60%的家庭拢有工作。It's terribly sad that you should have to make a choice. I mean, pets are the best therapy. So for families, to have an animal in their own lives or the children's lives is very valuable. But to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between who you're going to feed, it's so sad. Each year across Australia, we're distributing about 400,000 kilos of pet food to charities and to families who come seeking that sort of food. We could certainly do more. There's a lot of pets out there and families that need this sort of help. 报告佮指出，真侪家庭国不理将这后，只会当选择弃养宠物，造成全澳洲的收容所拢满起来。佮加上真侪饲主因为生活所费提升，无寄出来钱会当为宠物做绝育手术，致使宠物数量增加，造成佮较侪人弃养。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咱拢知影讲，这人口老化，大家拢真关注长照服务。即马就连动物伴也有这款的服务。伫美国有一寡兽医是专门来照顾行到上尾仔一段路的动物，互因的性命尾仔的生活会当更较快活，也帮助因的主人来做出安乐死的决定，互因甲因的动物亲人告别。穿那些衫裤的兽医，摕医药箱一入门，就行向坐伫坡镜面顶的牛粪蓝犬拉格比，亲切甲拉格比互动了后，准备开始治疗。We have a 13-and-a-half-year-old Newfoundland, and as she was aging, our vet, who also had Newfoundlands, kept recommending acupuncture as a way to
alleviate some of the pain to make her mobility better. 像人共款，得到慢性病，也是得了后需要长照服务。真侪老年的宠物卖破病会疼，需要照护。美国的临终照护兽医会通到处服务，提供医疗辅助，像开药啊治疗感染、减轻疼的感觉，也是帮助主人改变宠物的饮食习惯，卖甲主人做简单的代志，帮助宠物减轻病疼。We have more time to offer to clients to help them make decisions and talk about the problems that they're having with their pet, as opposed to, a busy local veterinarian that's also doing vaccines and surgeries and x-rays and ultrasound. 另外，国际动物临终照护甲安宁缓和协会认为，在药无法度解决宠物的病痛时阵，临终照护兽医嘛会当帮助主人做出互宠物安乐死的困难决定，知影什么时阵该甲宠物讲再见。The most common concern I see with people is that they do not want their pet to suffer, and they want my help to figure out when their pet has crossed that line and they're suffering and they need to make that decision. 暂时，伫美国宠物失落甲送亲协会会伫网站提供资讯，帮助宠物主人了解安乐死甲疗愈悲伤，佮提供宠物安乐死的网络。每一礼拜会举办真侪个支援宠物失落的活动，提供咨询师、动物牧师等等，一个人对一人的心理咨询，协助主人疗愈悲伤甲失落的感觉。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3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